Michelle 成日講讓生命展示於你，咁呢個係咪算一個無為嘅狀態咧？就係、生命有啲咩事發生，我就係點樣應對，而盡量去翻一個中性中立嘅位去望住嗰個清水房啊嘛，望住嗰件事就係咁樣，就係咁樣發生。我點樣去回應嗰件事先係重要噶嘛？咁同時甚至唔重要。又嚟啦，又嚟啦，又嚟啦！真係被打破，講住先，打破我哋嘅所有問題，呢個信念裏邊都要打破。係，其實我哋講埋先睇晒所有地方，即係啱啱講到就係、你啱啱講緊我哋要點樣出，我話唔使冇，我話哇去邊啊？冇係打破咗啦，因為已經打破，已經大家冇咗，冇問題啦，而家。唔係嗰個生命展示於你就係、即係生命係會不斷 unfold，就會不斷展開。你根本唔需要去擺任何嘅 judgment，任何嘅判斷，好壞善惡是非對錯喺上面嘅話，佢只係一個流，生命之流。係啊。然後當我哋夠靜嘅時候咧，我哋自然好似你擺咗隻紙船喺上面，呢隻紙船或者一塊葉喺上面，佢呢塊葉係自己會向住嗰個流去飄嘅。但係當我哋上面掙扎，自然會點解會發生事啊？係啦，又或者我哋想逆流而上，咁我哋咪辛苦咯。咁但係同時我哋隨住生命之流，其實一切都係 OK， 而生命係一定會帶我哋去最適當嘅地方。一定我哋冇可能喺我哋唔適當嘅地方，任何時間，就算你覺得嗰個逆境係唔應該發生，都係冇可能唔應該發生，因為佢發生咗，就必然係應該同埋一定要發生。讓生命展示於你，同埋努力加油做人，好好咁生活，係咪有衝突？係咪有衝突咧？係咪要一個用力，一個唔使用力嘅咧？點樣去 manage 嗰個中間個 balance 嗰個位？嗱，又係要翻返去嗰個起心動念啦。因為啱啱講緊無論生命展示於你啦，定係努力好好做人啦，其實都係 words，即係字眼嚟嘅啫。咁如果你好努力地要讓生命展示於你，呢個都係一種努力。所以你好努力去 surrender， 你好努力去即係臣服，其實呢個都已經係一個 effort， 一個努力。咁係咪都係一個執着嚟嘅？絕對係。所以surrender， 如果我哋係有最終我哋要問邊個 surrender 啦，誰在 surrender 啦？都冇一個。如果我哋明白冇一個我喺度，就係啱啱講緊生命之流嘛，你係只係其中一，你係成條河啊。但係如果我係認為我自己係其中一滴水，我咪認為有一個我在 surrender 喺呢條河度，喺條河度 surrender， 我喺度 surrender。但係最終係冇，我係成條河啊，所以我唔係嗰滴水。我哋要明白呢一點，所以嗰個悟後起身，我帶翻去第一點就係我哋悟咗我哋成條河，根本從頭到尾都係成條河，而唔係嗰一滴水。然後呢個我哋悟咗我第一條河啦，然後我呢刻翻返嚟，我喺呢滴水度，我知道我係成條河，而家我成為一滴水，呢滴水去到邊我都唔需要驚。佢喺個漩渦入邊，我 OK。佢流咗上去個沙地，我 OK，因為我係成條河。咁所以我哋就會開始自然地臣服，嗰個臣服係來自於一個自然，唔係我去做啊，唔係有一個人去臣服，唔係有一滴水去臣服。所以連臣服呢個概念，你話生命展示你，當然呢個概念上係啱嘅，言辭上呢個係指向真理嘅一啲說話。同時如果我哋又好努力地去讓生命展示於你，或者我哋好努力地去臣服咧，呢個又變成咗另一種執着。我覺得好多時好多人都用臣服呢個概念去想自己去接納一啲嘢咯，即係有啲逆境冇嘢發生啦，咁其實實際上係生起個情緒反應嘅，咁然後呢有個臣服呢個概念壓住咗你，係啊，就話我就唔可以再繼續呢個情緒反應，我仲臣服去讓自己要接受，但其實自己係壓抑。咁我覺得就完全 miss 咗頭先 Michelle 講個 point， 其實就係當然臣服都係一個階段性嘅概念啦。咁但係如果又完全就去咗另外一個極端，就係會去壓抑同埋否認，唔承認自己當中係有批判啦，可能有濾鏡啦，有想法啦，咁全部收埋晒，就用臣服呢個讓自己瞄咗佢咯，唔出聲咯咁樣。所以修行嘅過程當中，嗰個覺察係好非常之重要，同埋誠實面對自己。究竟我哋有幾多恐懼？嗰個動能係帶住恐懼去做或者唔做嗰啲事啊？定係
帶住一個自然嘅狀態去做或者唔做嗰樣嘢咧？即係冇任何行為可以 define 一個人噶，即係啦，即係任何看似好的、壞的、善的、惡的行為，其實都唔重要。個起心動念係乜咧？就係咁。